快速智能煲 PC6100 及 PC5100 操作說明。開蓋時，請先用手緊握煲蓋手柄，順時針方向旋轉煲蓋至限位邊，然後向上提起煲蓋，可將煲蓋各放喺煲蓋各放槽，取出內煲，將食物同水放入內煲。食物同水不得超過內煲高度嘅4/5，水中易膨脹食物不得超過內煲高度嘅3/5，食物同水不得少於內煲高度嘅1/5。要烹飪嘅食物處理好後，將內煲放入外煲內。放入前，請先將內煲及發熱盤抹乾淨，外煲內及發熱盤表面不得放入雜物。放入後，左右輕輕旋轉內煲，保持內煲與發熱盤接觸良好。跟住準備合上煲蓋，檢查密封圈是否已經放入內側鋼圈上。用手左右旋轉一下密封圈，使佢自由均勻咁放置喺鋼圈上。手握煲蓋手柄，平放至限位邊。然後逆時針方向旋轉煲蓋到扭合位置，並聽到咔嚓扭合聲就可以啦。放置好限壓放氣閥，根據圖示將限壓放氣閥撥到密封位置，並檢查浮子是否已經降落。未加熱工作前，浮子閥係降落喺下邊嘅。接通電源後，顯示器顯示000，首位紅色顯示預約時間，第2、第3位綠色顯示嘅自選保壓時間。如果你要設定預約時間，請先按定時鍵，然後按一次增加1小時，可以按預約時間最長達到9小時。例如而家係12點。你要讓快速智能煲喺4點時啟動，咁樣相隔4個小時，你就預約設定4小時。設定好晒，你就可以喺出門前將米洗好放入，然後放入煲內，合好蓋，預約定時4小時，再撳一下煮飯鍵。呢一個時候定時鍵就會亮起，煮飯鍵亦都會亮起。設定好以後，紅色顯示器會以每小時遞減。當4小時到時完畢後，定時燈熄滅，智能煲就會開始加熱啦。當你返到屋企時，就已經有一煲熱騰騰嘅米飯煮好咗啦。如果你唔需要設定預約時間，可以直接撳控制面板上面嘅菜單鍵。你所選擇嘅菜單鍵工作燈亮時，就開始加熱啦。如果你選擇自選菜單，可以參照烹飪指引選擇保壓時間，然後撳自選保壓時間鍵設定，每撳一下增加1分鐘，最長時間可以撳99分鐘。自選保壓時間係指煲內食物加熱達到工作壓力後，浮子閥升起後所保持嘅時間。例如，你要設定食物自選保壓時間為30分鐘，你就可以撳自選保壓時間設定為30分鐘，然後再撳一下自選菜單。呢一個時候顯示燈會顯示030。另外，自選菜單鍵亦都會亮起，快速智能煲就開始加熱啦。當煲內嘅食物加熱達到工作壓力後，浮子閥升起，顯示器顯示 P30，保壓時間會以每分鐘遞減。當完成保壓過程，當鈴聲響3下，工作燈熄滅，顯示器000，並同時保溫。保溫燈開始閃爍，呢一個就表示煲內嘅壓力仲係好高，而煲內亦都轉入咗保溫狀態。當煲內嘅壓力降低之後，保溫燈就唔再閃爍，而顯示長亮。
當你喺設定時間或工作嘅過程中，只要撳一下保溫取消鍵，就可以取消設置或工作狀態。而喺冇任何設定或加熱工作嘅時候，撳一下保溫取消鍵，保溫取消鍵亮起，咁就表示智能煲進入保溫狀態。再撳一下保溫取消鍵，指示燈熄滅，就係取消保溫狀態。煮食嘅過程完畢後，要打開煲蓋前，有幾個步驟你係一定要注意嘅。首先要將限壓排壓閥撥到排氣嘅位置，撥之前先用一塊濕毛巾冚住，然後再撥。咁樣做係為咗避免入邊嘅熱氣噴出嚟而造成燙傷。先睇睇仲有冇熱氣排出，咁樣可以確認煲內是否仲有壓力存在，並且要注意浮子閥是否已經完全落下。如果浮子閥仲未完全落下，咁樣表示煲內仲有壓力。呢一個係快速智能煲嘅安全設置，只要煲內仲有壓力，浮子閥仲未完全落下，請你千祈唔好強行敲打或者使用其他打開嘅方式打開煲蓋，以免造成意外發生。如果煲內仲有壓力，可以等待15分鐘，等到浮子閥完全降落嚟之後再打開。如果等唔切要打開煲蓋，用濕布蓋喺限壓排氣閥上面，然後撥到排氣位置，將煲內嘅壓力完全排出後，浮子閥降落嚟先至可以打開煲蓋。特別注意事項：煮流質食物如粥類、紅豆沙、米糊類等，當保溫指示燈仲喺度閃爍嘅時候，唔能夠撥排氣閥排氣，必須自然冷卻至浮子閥降落後先至可以排氣，否則食物會由排氣管噴出。如果要加快冷卻，可以將濕布蓋喺煲蓋上面，加快冷卻嘅速度。開蓋前，請先按保溫取消鍵一次，確保保溫燈熄滅後，先至拔下電源插頭，用手緊握煲蓋手把，以順時針旋轉嘅方向到底，然後再向上提起，即可取用。清洗方法：清洗前，請先拔下電源，將集水盒拆落嚟清洗，用濕布抹乾淨上座。用水清洗煲蓋內側，包括密封圈、限壓閥、防倒罩、浮子閥，然後用抹布抹乾淨。用海綿或者係非金屬軟刷清洗內煲，然後用抹布抹乾淨。注意事項：提起限壓放氣閥放氣嘅時候，請勿將手或面部靠近限壓放氣閥氣管及工作時，請勿觸摸煲蓋，以免燙傷。提起煲蓋時，小心由排氣閥槽位流出嘅熱水，以免燙手。搬移產品時，請端起提手，請勿提煲蓋手柄。限壓放氣閥上不可以添加任何重物或者用其他物體代替。內煲底部與發熱盤接觸面應該保持清潔。內煲不能夠放喺其他熱源上加熱，唔能夠用其他容器取代內煲。內煲碰撞變形後，請勿使用，以免造成漏氣。喺加熱烹飪過程中發生煲蓋周邊大量排氣，屬於非正常工作現象。此時安全卸壓裝置起咗保護作用，請立即拔下電源插頭，暫停使用，送本公司維修點維修。如果遇到任何問題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服務熱線852-23650-655，我哋非常樂意解答你嘅疑問。